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15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63天。在前线总共记录了144次战斗。库尔斯克前线，乌军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成功夺回霍纳尔的圣尼古拉斯修道院及其周边地区。乌军投入300多个无人机班组，其中包括马扎尔的飞鸟特种分队，以支持乌军的步兵，试图巩固守在库尔斯克州的阵地。在别尔格莱德前线呢，乌军驱动 F-16战斗机掩护其他战机，不断空袭俄军阵地，压制并摧毁俄军的增援部队，迫使俄军从库尔斯克方向向别尔格莱德转移。乌军继续坚守波波夫卡、德米多夫卡等地区，并进一步推进。乌军还空袭俄军的无人机基地，导致至少20名俄军无人机操作员丧生，也就是那飞手都被炸死了。库皮扬斯克、哈尔科夫、莱曼、扎波罗热、大新希尔卡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进攻，战线没有太大变化，俄军的损失继续增加。乌军试图进入库尔斯克地区格鲁什科夫斯基区的奥特鲁比农场，俄乌双方在这个奥特鲁比农场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近这个俄罗斯的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是塔斯社采访的时候，绍伊古说库尔斯克州全境将在近期完成清剿。这个以前他的搭档俄罗斯的总参谋长、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说，这个 99.5% 的库尔斯克这个备战领土已经被收回。这个已经10来天过去了我记得应该是复活节这个之前，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说库尔斯克基本上已经全部收复了。然后这个普京假惺惺的在复活节停火30个小时，这个事情过去1个星期了吧？这个绍伊古又跳出来说这个库尔斯克州全境将在近期完成清剿，也就是说，要不了这2天就要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事实上是乌军现在在库尔斯克还越战越远，不仅在库尔斯克，在布良斯克、别尔格莱德也有大量的乌军进入在很多别尔格莱德的这些据点以及重要的一些这个居民点都已经升起了乌军的旗帜乌克兰的国旗3色旗在上面飘扬。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蒙蔽这个普京，告诉普京这个乌克兰人被赶走了。实际上布良斯克州、卢甘斯这个库尔斯克州还有别尔格莱德州乌军是越来越多。4月23号这个俄罗斯军队再次使用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马尔加涅茨市发动袭击，这是对平民设施再次打击这个俄军袭击了一辆载有前往马尔加涅茨上班工人的巴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议会主席卢卡舒克表示这是一起针对平民的自杀式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伤亡。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指出，目前已确认有9人死亡，32人受伤，伤者人数仍在核实中。4月23日凌晨，俄军还出动了沙赫德型攻击无人机，对多个乌克兰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袭击导致众多基础设施受损，并造成几人受伤。俄军还袭击了奥德萨，攻击造成民用设施损毁，民宅和私营企业发生火灾，并导致2人受伤。也就是在这个双方马上谈判的最紧要的关头，这个俄军悍然又开始轰炸袭击乌克兰的平民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就在前2天乌军摧毁了这个俄罗斯最大的弹药库之一，就是第51什么弹药库。根据这个分析人士说法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俄军火箭炮兵总局的第51号弹药库，设计容量存放26万吨各类弹药，并受俄罗斯最严密、最密集的防空系统保护，占地面积大致3.5平方公里。分析人士根据网络上流传的视频判断，仓库中爆炸的可能是固体燃料导弹、防空或弹道导弹以及多管火箭炮系统的火箭弹。媒体指出攻击火箭炮兵总局的第51号弹药库是非常复杂的任务，因为其受到
俄军防空系统严密保护。分析人士总结到与此同时，俄方未宣布存在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或导弹袭击威胁，这意味着要么袭击使用了其他手段，要么俄防空系统漏报了此次攻击。所以随后这个俄军就对乌克兰全境很多城市民用设施进行打击，这个就是报复所以泽连斯基说夜间的导弹袭击是俄罗斯向美国施压的手段。他指出，莫斯科原本期望在乌克兰与美方伦敦会谈期间制造挑衅，但未能得逞。我们比战争初期强大得多。他强调并透露伦敦会谈的核心议题是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丹麦拨款 3.17 亿丹麦克朗，也就是4250万欧元用于为乌克兰购买炮弹，也就是这个欧洲这个国家还是在继续支持乌克兰，对吧？为乌克兰添砖加瓦，买炮弹、买导弹，人道主义援助。这个巴菲特的儿子在这个乌克兰复兴会议这个上面的演讲他说这一次我们没有犯错的余地。大家看视频。No time to look back. There is no time to look back, and I'll tell you why. Because what we do now is going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we have to b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Less than 18 hours ago, I was in Ukraine, and I saw some of the same images I've seen on multiple trips, and I have to ask myself, why? Why are we continuing to see this, and why are we continuing to let it happen? I acknowledge, I appreciate, I thank everyone for everything they're doing to support Ukraine, but I've got to say that at times we've been timid. We've been helpful, but we've been slow. And at times, we've been indecisive. We're not providing Ukraine everything that they need to win this war. And worse, we're asking Ukraine to fight this war in a way that we would not fight it ourselves. So why are we holding back? Some are operating from fear. I'll tell you, no one has ever won a fight being scared of the consequences. John McCain said, to not provoke Putin is to show weakness, which will 100% provoke Putin. All of you know that quote. Senator McCain understood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near silence when Russia went into Crimea and pushed west into Donbass. This time, we cannot fail in our judgment. We have no room to fail. Some are concerned about politics. Well, those politics are getting people killed every single day. Some are worried about escalating the war. 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这个巴菲特给乌克兰援助了很多主要是资金而且多次派他的儿子到乌克兰，到基辅，对吧？到现场去声援，这就叫伸张正义这个巴菲特父子对吧？真正的懂得什么叫文明、正义、自由，对吧？什么叫为子孙后代负责反过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现在就是赤裸裸的倒向了俄罗斯，现在是丝毫的不加掩饰这个特朗普今天在他的这个什么真相社交媒体上发了个帖子，炮轰泽连斯基大概的意思是这么说的，他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华尔街日报》上这个头版夸口称乌克兰不会在法律上承认克里米亚的被占领地位，这件事没有任何可谈的余地。这一声明对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极其有害，因为克里米亚早在多年以前在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总统任内就已经丢失，现在甚至不再是讨论的议题。没有人要求泽连斯基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但如果他真的想要克里米亚，当年他在未开一枪的情况下被交给俄罗斯时，乌克兰又为何不奋起反抗？此外，在所谓奥巴马交出克里米亚之前，该地区早已长期驻有俄罗斯的主要潜艇基地。正是像泽连斯基这样具有挑衅性的言论，让这场战争更加难以达成解决方案。他并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乌克兰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他可以选择和平或者继续打3年，最终失去整个国家。特朗普说我与俄罗斯毫无关系，但我确实关心那些平均每周
周5000名白白牺牲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士兵。泽连斯基今天的言论只会让这片杀戮战场继续延续，而这正是所有人不想看到的。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这个手中毫无筹码的人现在必须认清现实，最终把事情解决。但是我期待能够帮助乌克兰和俄罗斯摆脱这场彻底的混乱，而这一切在我担任总统时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个特朗普和这个巴菲特的儿子发言，孰高孰低一目了然。这个特朗普成为美国的总统确实是不幸但是还有那么多人支持他，这些人迟早要遭到特朗普的反噬报复，不用着急，会有那么一天，对吧？到现在还执迷不悟的，还在支持特朗普。我说的支持是说无条件支持特朗普的一切这些人不是脑子坏的，就是有病。特朗普他做的对的，咱们当然对吧给他鼓掌，但是特朗普现在做的基本上没有对的，尤其是在俄乌战争这一块越挫越远。这个特朗普口口声声说这个如果在他任上这个战就打不起来，对吧？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对吧？你给人跪下，那当然打不起来了，对吧？你对强盗提的所有要求都满足人家，那当然打不起来。然后特朗普他口口声声说每周5000名白白牺牲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士兵那意思就是说不要流血，这么多人死的白死了，这个说的是对的。那你为什么不能让俄罗斯撤军呢？是乌克兰在杀死俄罗斯人，还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你既然这么厉害，你为什么不能让强盗让这个流氓驻守呢？对吧？你反过来帮助流氓欺压这个弱小。而且特朗普他基本上也不讲道理。这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时候首先这个事情跟你特朗普没关系，那跟泽连斯基更没有关系。那时候泽连斯基还在干啥呢？然后当时乌克兰国内是政治动荡，当时的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叫亚努科维奇，他本身就是亲俄派，他怎么抵抗俄罗斯第二个丢了克里米亚之后从2014年到2022年整整8年，乌克兰都在顿巴斯也就是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与俄军和伪军或者是俄军支持的伪军一直战斗了8年，证明乌克兰民族没有放弃抵抗。这个特朗普说你在克里米亚一枪不放，那你得考虑人家有没有这个实力当时没有做任何准备，对吧？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的背景。第三个就算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个乌克兰人没有发生抵抗，那就证明俄罗斯人的吞并是合法的吗？符合联合国的这个相关法律吗？更不能以此来证明今天给俄罗斯跪下就是应该的。你当年都不反抗，你现在就应该给俄罗斯跪下。你泽连斯基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或者你泽连斯基不承认也行，默许。这个什么叫助纣为虐？这就叫助纣为虐。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这个莱维特他对媒体说为了达成一笔好交易，双方都必须带着些许不满离开。不幸的是，泽连斯基总统一直试图在媒体上进行这场和平谈判，这对总统来说，就是对特朗普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些谈判应该闭门进行。总统很沮丧，他的耐心已经快耗尽了。他想做对世界有益的事，他想看到和平，他想看到杀戮停止，再一次展示他的虚伪，对吧？就跟马斯克说的一样你想和平，你不想流血，那你为什么不让这个普京把部队撤出乌克兰呢？当俄军撤出乌克兰，战斗自然停止，流血也自然停止。为什么要逼乌克兰就范呢？要乌克兰投降，要乌克兰跪下？这个莱维特说不幸的是，泽连斯基总统似乎在朝错误的方向前进，也就是你不应该反抗，你就投降就完了，你认错。大家可以看视频Well, as President Trump rightfully pointed out in that statement, it was President Obama who gave up Crimea, who allowed Russia to take it over in 2014. And so the president is not asking Ukraine to recognize Crimea. Nobody has asked them to do that. What he is asking is for people to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recognizing that this has been a brutal war for far too long. And in order to make a good deal, both sides have to walk away a little bit unhappy. And unfortunately, President Zelensky has been trying to litigate this peace negotiation in the press. And that's unacceptable to the president. These should be closed-door negotiations. The president'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his advisors, have exuded significant time, energy, and effort to try to bring this war to an end. The American taxpayer has funde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this effort, and enough is enough. The president's frustrated.
frustrated. His patience is running very thin. He wants to do what's right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see peace. He wants to see the killing stopped. But you need both sides of the war willing to do that. And unfortunately, President Zelensky seems to be mov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这个莱维特啊替特朗普辩护，他说啊，特朗普并没有要求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的归属，也从未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只是希望各方能坐到谈判桌前，认识到这场残酷的战争已经持续太久。莱维特的意思就是啊，按照特朗普的想法，大家关起门来谈判，最后啊签个秘密协议就完了。结果你泽连斯基拿出来一炒，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和平计划给搅黄了。那么面对特朗普以及特朗普小集团这么卖力的啊为俄罗斯谋利啊，这个各国是什么看法呢？首先啊，特朗普的这个做法让他的主子啊俄罗斯非常开心，并且啊温柔的啊把特朗普给出卖了。面对特朗普的积极表现，克里姆林宫并没有给予肯定，而是狠狠的捅了一刀。在接受观点报采访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宣称啊，克宫并未坚持要求泽连斯基下台，这不是我们的诉求之一。你看啊，那言下之意，他就把特朗普卖了啊，要泽连斯基下台，那是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干的事。这个屎盆子啊，不要往俄罗斯头上扣，是特朗普要求泽连斯基辞职，比俄罗斯人还着急啊。然后这个佩斯科夫还对记者说啊，这个关于特朗普涉克里米亚的说法，也就是这个啊，在10几年前就已经给俄罗斯了啊，现在这个甚至都不是一个议题，就不应该拿到谈判桌来谈。然后这个俄罗斯人说啊，这完全符合我们的理解，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这样说。你看看啊，这个特朗普就这么无耻的成了俄罗斯人的传声筒，佩斯科夫还表扬了他。你看看啊，这个啊特朗普的说法符合我们的理解，我们一直就这么说的啊。面对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这种无耻啊，泽连斯基他的回击呢，对吧？千言万语胜不过一张协议。这个泽连斯基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签署的克里米亚宣言，因为当时好像是蓬佩奥去签的那个克里米亚宣言里面最重要的，对吧？拒绝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这个就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签署。这个特朗普自己啊，现在叫自己打自己的脸。这个泽连斯基还说啊，今天情绪高涨，但5个国家齐聚一堂，共同推动和平，这很好。乌克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双方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并相互尊重地接受了对方的立场。重要的是，双方不仅要参与其中，更重要的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美方分享了其愿景，乌克兰和其他欧洲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希望正是这样的共同努力才能带来持久的和平。我们感谢所有合作伙伴，乌克兰将始终按照其宪法行事。我们绝对相信我们的合作伙伴，特别是美国，也将按照其坚定的决定行事。你看这儿啊，还给特朗普戴了个高帽子，就是你啊也得按照你们对吧签的协议来行事。可惜特朗普不是这种人呢。这个马克龙办公室声明啊，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是欧洲国家在谈判中的强烈要求，目标仍然是建立一种美国可以向俄罗斯人展示的通用方法。这个马克龙办公室这个声明是在万斯啊，在印度，他不是发表讲话吗？建议基辅和莫斯科交换领土啊，如果再不交换领土，那美国就要撤出了，停止斡旋。欧盟委员会支持英国和法国为在乌克兰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而做出了外交努力，并重申了尊重乌克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定立场。这个美国的杂志啊，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泽连斯基一系列外交行动的局势。文章作者啊叫哈尔布鲁恩，还研究了泽连斯基最近一次拒绝特朗普政府关于解决乌克兰冲突提议的行动。他得出结论是，泽连斯基决定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坚持下去。但这个特朗普啊指责泽连斯基故意破坏和平进程，并且说啊，泽连斯基可以这样再打3年，直到他失去整个国家。那个哈尔布鲁恩在评论时说到啊，基辅政权的领导人显然决定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中独自坚持，不再依赖美国的支持，无论是依靠欧洲人还是完全靠自己。简单点说啊，就是泽连斯基乌克兰人已经做好了美国不再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准备了。那么这个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啊，美国取消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是现实的。如果特朗普撤回美国的
的军事支持，这确实是有可能的。那么乌克兰应该期待欧洲人来弥补差额。虽然我们的欧洲朋友善于夸夸其谈，但他们并不总是善于执行。博尔顿说美国代表威胁可能退出乌克兰停火谈判，这表明了白宫的失望。白宫的失望，白宫的愤怒，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无能，一手好牌打成这样，对吧？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呢，可以不仅是无能，而且非常滑稽幼稚啊。如果说让乌克兰无条件投降，那乌克兰为什么要跟你美国投降？直接去找普京一下跪下不就完了吗？乌克兰全境开始学俄语，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还让你特朗普在里面做个中间商二道贩子，让你在里面给皇军传话呢？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可能将谈判破裂归咎于乌克兰，并停止提供援助。这些肮脏的这些招数大家都想到了，对吧？特朗普有什么就来吧。这个经济学人报道说，五角大楼官员已经联系一个他的盟国，要求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个盟国我推测很有可能是英国。你想他联系法国、德国，这目前是可能性非常低。联系澳大利亚，对吧？这些国家也没用，这分量不。所以我估计特朗普联系的就是英国。英国人恐怕也不会答应特朗普对吧？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这个英国比美国那要坚定的多得多。这个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从俄罗斯宪法规定的俄罗斯领土的4个地区撤军，乌克兰冲突就会立即结束。你看看变成这个俄罗斯把人家4个州占了，完了这个说你乌克兰人从这儿撤出，这个战争就结束了，这个一副流氓嘴脸。这个泽连斯基还批评特朗普他说美方曾宣称若任何一方拒绝全面停火，将面临包括制裁在内的严重后果。当前我看不到对俄罗斯的真正施压，对吧？这个特朗普这个嘴脸是不是一览无余他自己说的，对吧？又是对俄罗斯要2级制裁，又是对俄罗斯这样对俄罗斯那样，但是俄罗斯到现在都没停火，人乌克兰说了无条件停火。现在特朗普居然对媒体说跟普京谈判要比跟泽连斯基谈判容易，这个我相信是真的确实跟普京谈判要比跟泽连斯基谈判容易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你跟普京谈判是听命于普京，普京说什么你都说好，帮普京实现，帮普京完成。你跟乌克兰谈判，让乌克兰投降，让乌克兰无条件投降，那当然难谈了。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个弱智？总之这个乌克兰人、欧洲人现在要放弃幻想，对吧？要准备好在没有美国的支持下要跟俄罗斯打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现在他也是很难再坚持下去。难道特朗普反过来还要援助俄罗斯吗？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一天总之如果靠俄罗斯自己他很难坚持下去。为什么？首先你看这个俄罗斯国内居然有人提议将未通过考试的学生送往战场。俄罗斯提议将未通过考试有挂科的同学送去参加特别军事行动。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当局建议乌拉尔联邦大学校长不要开除未通过考试的学生，而是让他们休学，以换取与国防部签订合同。你看看，你上个大学你挂科了，对不起，以前是把你开除让你回家，现在呢不用回家了，你去前线吧，戴罪立功，你就是挂个科。你看现在好了，在挂科和人挂了之间选一个吧。这个俄罗斯的专家说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只要美国退出俄乌冲突，不只是退出谈判说专家说普京想要的其实是希望美国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这样这场战争在1周以后就会结束。你看现在特朗普相当于给普京继续鼓舞，继续打气继续呐喊，继续提供这种支持。这普京现在又要加仓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